什么情况？这是？哇塞！真给他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钱的感觉，扎扎实实的钱的感觉。500块，突然间有现金了，好久没摸到，如果能给我带来幸福。现在拿着这500块钱就非常幸福啊！不会一会儿要回去吧？他是干什么呢？就只给500。怎么花出幸福感？我先把它换成100个1块的。我想一想，这钱我怎么花呢？说我心里话啊，完成了那件事我会很开心。买点衣服了，正好快过年了嘛，正好朋友介绍对象。幸福的事情一定要搞一搞。原来花钱是这么快乐，满满的仪式感啊！6年第2次花，辛苦了啊！节日快乐！我既然选择做这样的一个事情，我能够承担这样一个结果。我很幸运的是，我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生伴侣。我相信他自己应该不会买这个，但是我真的都很喜欢。你高兴了我就高兴了呀。谢谢你陪我一起漂泊，最后恭喜你找到了那个最爱你的人。就是他特别想要，但是他也不会跟我说谢。确实，就挺伤心的。真的是做好治疗的话，真的首先你得先把自己给治好。就比如说，当你这个情绪来临的时候，你自己感觉到了吗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会变着花样为对方做出傻事。我穿着你的衣服，喷着你的香水，我就在你的后面啊。就是你不再刻意的去追逐一种什么东西，来的时候我欣然接受，走的时候我也坦然一笑。使用，你不懂，你洗澡。头回叫我睡觉，特别卡的。行，谢谢我现在突然说谢谢，应该挺好的。喂，哎，老娘啊，哎，行啊，最近挺好的，你放心吧，不用惦着我，你自己腰多注意点儿。你出来只能你自己选的路嘛。就像说有一句话，你自己选的路不就得走完吗？其实我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人物，实现一个小小的梦想。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太缺少勇气了，缺少勇气自己去爱一个人，缺少勇气去相信别人爱你。我自己起码我是觉得蛮难忘的。这个就已经不仅仅是这个500元钱本身，而是因为花这500块钱的这个过程，蛮好的，真的。关键是就是用这500块钱了了2个人的心愿，一个是让他看到我这样，哎，确实是这样，哎，我给他踏实了，他没有遗憾。我这个主也行，我也不清楚。现在你就仔细去领悟这3个字：真、善、